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启头啊，我你踮遮安尼等遮久，歹势。别啦，可能念会转来款。对啦，念会到厝啊啦。啊，阮细明啊吼，若知影讲伊出国这几年哦，还佫有一个遮尔好的同学哦，安尼关心伊，一定足欢喜的。阮两个读书的时阵呢，就上到有话讲啦。其实伊咧讲我离婚时阵哦，我拢甲伊联络啦。哦，安尼啊？哎，我毋才知影讲伊今日要转来。啊，听伊讲，即摆你生意做真大吼。无啦，一个朋友斗款成的啊。启东啊，迄是你才情呢哈，事业做啊遮尔成功，你也看觅咧，迄某佫娶啊遮尔啊水，阿姆嫌嫌你哦。阿姆是你唔甘嫌啦，讲啊客气，啊有囡仔无啊？一个学生啦，啊今年拄好要读书啊啦。真是了哦，真好真好。唉，阮细明啊吼，都无这种命啦。一个讲要甲做唔人哦，活着去日本读书，也若无，阮两个老即马有输通抱了。讲起来哦，拢是缘分啦。啊，当阮小妹啊，到即嘛还袂记。阿母，转来。回来啊！阿母，细明啊，阿母都想你的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吼。阿妈，是咧，启东来找你啊。启东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伊认得我老朋友啊！我哪有可能袂记你啦？我伫外国毋是常常甲你联络。对啦，听讲你结婚啊？对一位是大嫂啊。你好，我是启东的某，我叫美娟。你好，我介绍，阮小名叫秀霞。对啦，明仔载我伫餐厅有订一桌碟，要庆祝你哦，得到以后博士转来哦。后壁阿妈，恁大家哦，顺便带来互我请啦。哎呦，安尼咁好势。对啦，阿妈，阿嬷人无啥爽快，你放心。啥人啦？阿妈，是我啦。哎呦，细明啊，你转来啊！阿妈，拢无人甲我讲，你人咧艰苦呢。哎呦，是我叫因莫甲你讲的啦。阿嬷是惊你袂放心，会去影响你的学业。啊，他这个老人病无要紧啦。阿妈，你是地无爽快，来，我甲你看卖啊，我即摆是医生呢，来。哎呦，阿嬷知影你是医生啦，啊，其实我哪有破病啦。阿嬷是咧烦恼你的代志。啊，这几年哦，我甲瑞金啊，拢去找无俗机啊。无可能，我唔相信，小琪也无死啦。若无，现在到阵都找无伊的尸体。啊，伊无死，毋过无伊的消息，阿嬷就是烦恼这个代志。你吼，家己都爱为你家己设想一下。唉，你吼年岁也未少啊，你家己爱想看嘛，有机会就爱好好啊把握。但咱世界的香火吼，是拢真可怜呢。阿妈，咱莫讲这啊啦，咱另讲再讲啦吼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啊啦，是讲哦，最要紧就是你家己会晓想啦。这我知啦。啊，对啦，我听讲哦，一间大病院聘请你转来，啊，你有答应无？有啦，明仔载吼，我就要去报道啦。搁安怎讲吼，也是家己的雇佣较好啦。阿妈，这是吼，我专工为日本扎转来，要送你的。无咯，啊，这毋着留你结婚，通互你的新娘啊？阿妈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，你着收落来啦，吼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无我大先替你保管啦。我啊，这是啥？这是直升机，我想要送互我甲淑琪啊生的囡仔。这个囡仔算来已经7岁啊，虽然我唔知影伊即摆伫什么所在，唔知影伊的环境好无，有得人听，有平安无？每一当我拢会买一项礼物，想要送伊。我明明知影，
伊无法度受着。也毋过，我看到这佚佗物啊，我就想到这个囡仔，一年比一年搁较大汉，敢若亲像伫我身躯边共款。阿爸，这是啥？这是德产的啊。产的敢会飞？是不是才会飞？飞到去直升机较悬哦。假是哦，你甲我骗？嘿，无啦，我是讲哦，甲直升机同款会飞啦。无我飞互你看，来。阿爸，嘿，你这是不是要互我的？要互你是会使，但是你爱去读册。袂啊，是要我家己去啊吼，你都免去。明良啊，迄读册是你家己的代志呢。阿爸，你咧？我爱饲啊。我嘛有爱饲啊，想爱饲啊，就是咱两个的代志。读书都我家己一个人的代志。反正吼，你一定爱去读册就对啦。人去即摆走囝，嘛要去读呢。那我骨较歹去。你搁较歹去，还是安怎讲？迄囡仔才已经爱哭，我就袂甲伊斗阵嘞。啊，你若唔去吼，这德产的无爱互你啊。你要互我，你要啥？互庆兰。好啦好啦，阿爸，我去读册啦，你去互我啦，阿爸。真是的哦。真是的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要跟我去读册。啊！哎呦，秘书啊，你也好早就来啊？你老早，人早就拢来报道啊！你第一天咧推面到这么早。好命，恁庆兰嘞？是啊，你无看？明良啊，较紧就去啊！阿爸，你跟我带你去读册啊？什么我跟你斗阵读册？我是带囡仔来啊！小朋友，来，进入来。阿爸。老师啊，阿三万事拜托。卖讲拜托，这是我的媳妇啦。来，进入来。谢谢哈。因两个做到真好，上介好啦。对啦，你两个家长啊，会使先顾住。安尼哦，阿伯你先来真好。对啦，黄老师，你有这物件吼，就会起来我要交关呢。会啦，我逐工嘛去买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康起来啦吼，就万事拜托哦。你放心啦，这是我的责任啦。冰雪葱啊啦。水果店啦。行啦。黄老师，真好。欠个，你今日是安怎啦？占着药啊是无？我是惊你叫人骗去啊。啥物甲我骗啦？什么甲你骗？到迄个什么姓黄的，唔知老师无？哎呦，你来讲别人唔较有谱。你讲黄老师哦，人唔但学问好呢，修养好，而且吼，佮兼教务主任哦。教务主任算啥？我甲练务主任咧。你无看伊对你讲的迄款的表情？什么表情啦？反正我感觉吼，伊都安尼写写吼，唔是好人啦。反正对你哦，看起来就是有企图款啦。哎呦，莫想遐济啦！带我开干妈店，本来就是人人好嘛。若参照这个性哦，干妈店早就爱关起来。关起来？恁翁无伫，恁翁是我好朋友呢，对无？我替伊照顾你哦，迄是应当的啊，对无？好啊啦，莫搁提起互人啦。好啦，莫提啦，莫提啦，好啦，歹势啦。唉。大囡仔拢已经去读册啊啦，阮庆兰啊吼，到即马竟然连家己的老爸都毋捌见过面。你讲伊敢有资格做人老爸心？免烦恼啦，我看伊早晚会转来啦。转来？哼，我也无你稀罕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昨台食啊吼，我靠再摕来互你啦。哎呦，你若不是遐麻烦啦。反正我甲明良两个人也食袂完啊。你是毋是袂晓煮啊？要叫我替你煮姜母鸭？你就讲一声嘛，大概就是安尼。你煮的较好食。老婆，
你哪日啊来学校啦？后摆袂用的哦，你收起来。嘿，迄讲啊咧讲哦，迄大家都饲甲这肥啊，正讲要抬哦，嘿，心内佫唔甘哦，嘿。哎哈，哎，小娘啊，啊你毋是去读册，你来走转来？你搞屁！你毋是讲你要跟我到林去读册，你来先走转来。哎呦，戆囡仔，哪有大人甲囡仔做阵咧读册？哎，人喜金嘛转来呢。阿爸，有你爱跟我做伙去读册啦，我就不听啦。你若唔听我的话吼，我以后就不会插你啦。你若唔听我的话吼，我以后就不会插你啦。你要插我，我嘛不会插你啊。嘿，啊你要走倒，免了啊！我会插你啊，我以后不会插你。不要！哎，我犯规啦！不要走，你走走出来。犯规罪啊！犯规的，我你过来等下。犯规罪啊！你敢点伊？你若我讲唔读册，我无承认你是我的囝。哎，我真是啊，甲囡仔讲话唔通遐大声啦。啊我。我说是啊，你找我晓？老师，嘿啦，有啥物代志？来面坐啦。无啦，免啦，我是有一项代志哦，要甲老师参详啦。哦，是囡仔的代志。对啦对啦，是阮明良的代志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来甲伊教示啦。对啦，教爱教吼，啊拍爱拍，但是你要拍伤咯，免拍伤出来呢。好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教爱教，拍爱拍，啊拍的时阵袂使受出力。嘿，对啦，莫受出来啦。我小姐，啊，你来病院？是啊，我就伫这间病院会计部上班啦。那也拄啊好。是啊，大概是咱有缘啦。你是来报道对无？你若想要先了解病院的环境，我应该带你四界看看的哦。多谢。我也是先来拜会董事长，或者伊经营病院的理念跟我无同款，那呢我就无咧接受伊的聘请。好啦，啊无我先带你来见董事长。不过我相信讲哦，
你两个理念一定相共。请。董事长，咱为国聘请倒来徐书记来报道。欢迎。董事长，原来是你。谢谢，真歹势。我用董事会这名义咧，请你倒来主持这个会议，你会怪我？启东啊，这个代志你应该坦白甲我讲啊，我坦白甲你讲，你敢袂倒来？咱来斗阵遐久啊，我袂了解你啊。要不过你安尼做，我感觉哎，是。你即摆你国外已经得到这医疗博士的这效益，敢讲你无想要倒来国内替这社会服务？我一向拢靠家己的本领咧奋斗。我无爱因为讲哦，咱是朋友的关系，我才来做院长，安尼是真好，无毋对啦。但是你将这代志当作是个口号嘛。咱两个虽然讲私底下是死忠兼换贴，但是讲事上的，无需要讲交情。对啊，这是一间新开的病院，本来就要请一位院长啊，啊你那就想啊济啦。是啦，坦白讲啦，聘请你倒来主持这个病院呢，是因为你得到医疗博士，并不是讲你是我同学呢。好啦，既然恁安尼讲，我接受啦。也毋过我话讲伫头前，我若做了无好，我就辞职。既然恁安尼讲，我接受啦。也毋过我话讲伫头前，我若做了无好，我就辞职。你讲的哦，咱哪咧决定哦？欢迎。这边啊，唔对，我即马吼应该改口叫你院长。我带你四界参观一下，好无？你四界去看看，去了解一下。好啊，我嘛想要了解这病院的环境。请。哇，想袂到这间病院这么大间啊！啊对了，你拄则伫后面看迄片空地啊吼，是病院第2期的工程，咱全部3期工程来完成了后，这间病院就变成全台湾规模上大的私立病院哦。想袂到吼，启东啊这么有才调啦，我甲伊根本就袂比。那阮阿兄吼，一直拢就学落你。学了我？对啊，伊讲啊，你医术高明，能力好，又较有才情。哎呀，规定吼，你两个若是会当合作，病院一定会成功的。小琪啊，放风车就是安尼啦，来换你试看觅。豆豆仔扭，豆豆仔放，啊莫跋倒哦。袂啦，你像我还笨强哦。走紧嘞！小琪啊！小琪啊！有安怎无？我脚头去弄着，足痛的。让我看觅啊。你莫用钢钉啦，用软的啦，足痛的。歹势啦，啊无较细力的啦吼。安尼会使无？安尼较好啊。还佫会疼无？加真好啊啦。小琪啊！细明，你是咧想啥？无啦，我看这风景足水的，看甲戆呢，歹势啦。啊无，我搁带你来别位看觅好无？啊，小姐，你是安怎？我脚敢若落着安尼，怎安怎无？你去甲我插起，我来搁看觅下咧。哎呦，我脚足痛啊！你去
你妈菜不够，我检查看卖安怎？歹势，我倒有代志，你家己去就好。